一個人要發達，首先要戒走身上嗰3根窮氣。第一，停止抱怨，越係抱怨，人生越係處處荊棘。你把口講咩，你就吸引咩。第二，唔好死要面。一個人只愛面子，就一定過唔好日子。面子係自己爭嘅，唔係人哋俾嘅。第三，唔好貪小便宜，凡事斤斤計較，一啲都唔肯蝕底。愛佔便宜講唔上係壞人，但一定係冇大格局嘅人。貪小便宜，最終只會失大福。第四，唔好到處訴苦，你嘅苦人哋未必想聽，講多錯多，福氣都會講走晒。自己嘅難關自己靜靜地過，唔好成日攤開俾人睇。第五，唔好懶惰，懶人永遠冇出路，勤力先至可以改運。唔好怕辛苦，怕辛苦嘅人一世都辛苦。第六，唔好亂使錢，錢唔係大風桌嚟嘅，慳低1蚊係1蚊。使錢要使喺刀口上，唔好一時衝動買咗一堆冇用嘅嘢返嚟。記住，你點樣對待生活，生活就點樣對待你。由今日開始改走呢6樣嘢，日子一定會慢慢好起嚟。